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6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民进党今日公布性别调查，证实蔡宝玲前党刚甲人骗数霸凌，另外保成副总也是台中市府的这个顾问杨晓东涉嫌性骚扰3位女性。针对幼稚园市药案件，行政院要成立小组来处理。另外，台北便已宣布新北市幼稚园囡仔拢会当免费检验。搁再有非法移民偷渡，伫咧系列丙船船顶有150人，被告100个是囡仔，目前有104个救起来，上部有79个人获释。民进党伫今日公布第2批性平案件调查结果，前联部前主任蔡博林甲姓陈的前党工涉嫌性骚扰甲霸凌，所犯的行为严重，党部主管是搁再向社会大众回释的。民进党目前要公布5项强化性骚扰防治的改革措施，希望让民进党成做一个优先的这个工作环境。不足的部分跟大家郑重的道歉，请大家解释。搁在1日会议的民进党公布第2届性平案的调查结果，其中姓陈的前党工牵涉到性骚扰霸凌，经过真侪证人访谈了后，内容属实，而且情形严重。当时负责的青年部前主任蔡慕林牵涉到长期无适当的言语，造成同事身心严重受伤，这完全是事实。造成我们年轻的党工、年轻的伙伴、志工，对于民进党内感到失望，对于政治工作失去热情，我们应该集体检讨、自我批判，审慎面对自己的错误。不过，蔡慕林进前写予中央党部一封批，讲做受害党工误解伊的善意甲言辞，佮别看讲女党工有一寡无适当的行为，希望莫冤枉，嘛莫放目。对这件代志，党部表示甲事实无同，叫伊莫佮对被害人二次伤害，原来会甲蔡慕林送交评委会，要求新北市党部执委会将他移送评委会。做最严厉的处分。对这代志，民进党嘛公布5项强化性骚扰防治的改革做法，包括扩大适用范围甲保护对象，强化已经有的申诉处理机制，增加外部申诉管道，对踪辅导甲预防再犯，持续加强主管甲党工的性教育。党主席赖清德希望建立性平优先职场。那这一次我们最主要的是，我们把这个保护的对象跟适用的范围扩大到志工。还有求职者，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变化。民进党开始检讨，毋过，互人点名，甲民主大联盟合作，要搁建立委的单别委，互人指控伊无适当的言语性骚扰女职工。15会期内表示无资格，搁做一个民意代表候选人，嘛顶有无言选举，造成你的不舒服或者是不谅解，我都应该要跟你道歉。那是民进党台东县立委参选人赖坤成，嘛互人逼空。较早轻视有新的员工，伊发出3点声明背会，嘛表明会将相关资料送予党中央主动启动调查。对这代志，性平部主任李干荣也表示，调查了后会将结果交予提名对策小组做进一步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做 AI 公司宝盛集团也逼出高层主管涉嫌性骚扰。民进党台中市议员林奇峰表示，有检进台中市市政顾问的宝盛集团副总杨晓东涉嫌性骚扰3名查某员工。佮伫咧这个受害者向议员投诉时阵，派人去到现场偷翕、偷听对话内容，造成这寡受害者第2届伤害。市长卢秀燕虽宣布要解除聘请，那杨晓东是透过律师讲要告议员。另外，伫台南也传出这官员涉嫌性骚扰，市长黄伟哲也下令讲一切爱检查。杨晓东借势借端，借由他是宝成集团副总经理的身份，位高权重。
民进党台中市议员林基峰伫即阵的时阵示范受害者互人吸身躯的动作。伊讲有接到3个保险集团的女员工真情，定定叫集团副总裁杨晓东趁机会吸女员工的身躯。林基峰另外佫提出影片指出，进前伊邀请受害人到议会访谈的时阵，有穿乌衫的查某人对伫当事人后壁伫翕，佫拍伫研究所的门口口，好像要偷听。这个查某人就是保险的员工。骚扰完东窗事发，还可以派人到议会来偷拍监控，威胁受害人，连本席一致受害。议员报警了后，警方以妨害秘密等罪嫌甲查某人上班，检方以5万块交保候团，搁限制伊住的所在。劳工局表示，会主动了解是毋是启动性骚扰调查程序，若做违反规定，会以性平法来处罚。因为杨晓东身兼市政顾问，市长罗秀燕嘛宣布要甲改聘。启动解聘程序，那就可以知道台中市政府对这个事情是采取怎么样的决心跟高道德标准。保险集团嘛发声明表示，已经第13成立性平委员会展开调查工作。杨晓东10人嘛委请律师前往北检，对台中市议员林基峰提出告诉，要防卫家己的清白。民意代表他操弄这个舆论去玩火自焚，他不但毁了自己，那也损及了政党的形象。在还没有经过司法调查的程序，就让杨先生的名誉蒙受损失。在台南原来传出有局处官员，互人控告伫上班时间要用真名的方式向已经结婚的女员工性骚扰。市长黄伟铁表示，已经开始调查。司法的部分，我们尊重司法机关、执法机关；在行政的部分，我们也会同步进行展开。黄伟铁当场要求议员提供详细的资讯，而且会用物件通知当事人说明，若做是事实，就会做处罚，袂拖沙。记者综合报道。那本地邦桥的幼稚园，即马伫10指共一间连锁幼稚园，也传出讲有这甲囡仔饲药的风波。新北市长夏有基出席记者会，亲身说明，表示讲这15、16教育局有进行这全幼稚园家长到幼稚园检验的意愿调查，由专职病院土城病院17会去到幼稚园采检。也那医学会执行长林庆芳下晡也讲，为着要解决掉大众记录检体的用急件的方式送到台北荣总毒物科做检验，上近3天到1礼拜，这结果就会出来。那目前会有要关闭的，请统一回复哦，谢谢。部分的铁门救来，玻璃窗也挂乌布，柜台人员敢若回复，教育局统一回复。新北幼稚园饲药的案件，敢若也影响到工集团为伫10指的幼稚园，一个囡仔流验出微量的左边管制药物苯二氮平类，早起以往有家长带囡仔来上课。今天还是正常带小朋友来。用药有时候他们的处方笺里面都有含一些想要睡觉的药，医生都有告知，也不能都怪那个学校啦。家长讲17日统一来采检，新北市府早起召开记者会讲，已经全面稽查，合来23间集团连锁幼儿园有10间违规，相当在依照幼儿教育加照顾法开罚总共66万块。对10指某私立幼儿园敢疑似饲药案件，侯友宜亲身来说明。15号、16号这2天，我们教育局也进行全面这个家长到园检验，不过也要经过家长的同意。6月17号，我们决定专责医院、土城医院、专责医院、土城医院就是到园进行采检。对着饲药案件，受理安怎判断？有道理专家认为应该爱零检出。台湾临床病理检验学会理事长朱凤业是讲，检验过程若出现数字，不一定代表这个物质的存在。200来克是经过科学实证的判定数据，背景达悬低跟每一个检体特质无同有关系，零检出并不适用。在检查的时候出现的数字而言，那个数字是拿来跟200做比较的，那个不代表量，那也不代表说是代表该物质不存在，所以零检出应该不适用在这种情况下面。当然，这组比的检测我们送到台北荣总，原本一般见是1个礼拜，我们说就是尽快了哈。那也许3天是不是就能够有答案？对着有文化检验数据的，这阵已经有83人，6个检查部分，这阵总共有43个囡仔有检验，39个是阴性，4个也伫检验中。记者综合报道。
新北市政府早起有人去破油漆，警方用车排6人，已经在南口抓到嫌犯了。新北市政府表示讲，民众有权利表达诉求，不过要用理性合法的方式。若讲到这次药案件继续在咧逼，卫福部处长王必胜证实讲，10个有含案件当中幼稚园11名家长当面会谈，行政院早起也决定要成立统部会小组来协调处理。台北病院也宣布，对今开始提供新北市幼稚园的囡仔免费去检这巴比妥加 BZD 定性检测。早起9点外，一个查甫人伫安全部摕到一桶白色油漆，行到新北市府大门口破油漆了后，赶紧骑机车逃走。警方用车牌来入人，到南口把这4人的嫌犯抓到了后，召回分局质问。一名男子持白色油漆步行至市府大门口泼漆以后，立即骑乘浦中机逃逸。本分局已成立专案小组，锁定涉案车辆及涉嫌人，课证积极侦办中，以厘清案情。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我们都有各种的发声管道，所以希望在发声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初步调查，这查甫人用欺负破油漆是个人的因素，无政治意图，也是倾向，以违反社会法散法办。伫处理幼儿园饲药案件，卫福部讲15有甲10万幼儿园的11名家长见面。昨天有大概11位家长，那针对一些问题，包括就是说现在在检验值上面的判断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孩子的事大家都很担心了，所以难免就是对新北市政府有一些维持了。行政院决议要由政委林万益组成跨部会小组，利用不检出所得解读的部分，应该以零检出为标准，也是依照学术标准单来判读阴性、阳性这争议。卫福部曾经调集专家学者讨论。另外，卫福部伫台北病院也宣布，即日起提供新北市幼儿园幼童免费检验巴比妥，也有苯二氮平类定性检验，若验出阳性的公费代送到委外机构做定量的检验，并且自费加验其他项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有一个拄满1岁婴仔，可能是去互这违法的顾婴仔中心虐待，就这机关接到家属的定情，讲今年2月囡仔身躯顶看到伤痕，4月伊的面也拢会讲看到一大乌青。市政府先针对这妇产科诊所私底下甲人顾囡仔的情形罚6万块，也来讲到虐待部分是另外搁再做调查。为托婴中心甲囡仔带回来，囡仔下面真侪所在乌青，毋是头一届身躯有伤。爸母带囡仔去验伤，诊断的医师研判牵涉到虐待，通报市政府社会局。手靠近点的时候，他会下意识会闪，这样子会夜惊。家属讲，查甫婴仔满月了后，就去台南一间妇产科诊所附设的托婴中心，24点钟照顾，拜6才会带转厝。2月底发现囡仔的尻川皮有乌青，托婴中心因讲是伊坐伫铁头面顶悬无细致受伤，咱无1个月囡仔的大腿内边阁乌青。对方因讲是囡仔爱算弄着，4月底，搁再看囡仔的面真侪所在乌青，验伤提出告诉，马吊也监视器。那个保姆就单手直接推我儿子的额头，撂倒在婴儿床那边。对，他就把他抢过来这样子。监视器明显有录到伊杀囡仔，搁强灌伊牛奶，已经把囡仔带转厝照顾。市政府调查了后，初步认定原来有虐待囡仔嫌疑。嘛发现托婴中心不合法，他并没有呢跟我们社会局来申请托婴这一个行为，所以于是它是一种非法托婴。规个台南市的托婴中心呢，医营幼儿园拢啊清查。市政府讲，妇产科诊所无登记核准，竟然受托红婴仔会罚6万，涉嫌虐待爱经过裁罚委员会判断，一定2礼拜内有结果。若是虐待是事实相关，罚60万。针对家长的指控，诊所拒绝访问，讲已经进入司法调查阶段，嘛甲家长进入调解庭事，希望双方达成和解。记者综合报道。央行宣布，这政策利率无要变动，不过也提出第5届的房市管制措施，对今开始6都加上新德县市等8区域，这个第2户买厝贷款是倍当超过70%，这个政策煞来引起市场反弹。本地是想要讲阻挡一寡人来投资，颠倒会去影响到真正买厝来家己住，细间想要换大间的族群。不过有专家认为，这个政府的做法是有放较软啊。来，不好意思，这边请进。
离捷运站行路4分钟，我郡学区商区台北市这间厝龄将近30年的大楼，1楼1买3房2厅，开价2000多万。对准想要换厝的大家庭，不过永恒推出第5波房屋市场管制做法，对16开始，湘北、桃园、新竹县市、台中、台南、高雄这所在，自年龄第2户的买厝贷款，申请相关利率不超过7成的规定。以2500万的厝来讲，原本用贷款到8成，总价用贷7成，涨储备款要加准备250万。只有1成的差距，我想应该是大部分民众可以接受的范围。我觉得都没有降啊，就是越来越高而已。民众看法无同，市场也有反对声音，因为央行无讲出动群，比拍到投资客，更加互换厝民众被迫爱先买了再买，恐惊互房屋市场景气更加冷。会限制这些换屋主要先卖屋再来买屋，其实这是一个对换屋主来讲是一个风险。那1成呢，怎么去投资可能会是一个大问题。我们看到现在虽然讲房市真的慢慢下来，可是我们的房价并没有明显的下滑嘛，这是一个温和渐进的所谓软着陆的做法，让房价慢慢的出现这样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这个样的做法是很值得肯定。央行总裁杨金龙讲，观测到这8关期内底有2笔买厝贷款的人数增加，所以讲修正买厝贷款的规定，避免资金过度流向不动产，确保金融业风险的管控。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日前有提出3+1方案，希望大学生在3年内完成大学的课程，用最后1年去做兵。为着要鼓励大学生来配合措施，教育部打算要补助学校。若准有1位专案服役的学生，就会补助公立大学6万块；也若私立是12万。有专家表示讲，让学生在读册期间培养军事技能，无的确也当推行到查某学生，增加咱国家的防卫力量。红山陆军官校16举办建校99周年的校庆，国防部长邱国正亲身主持校庆典礼。因为义务兵役要开放各1年，国防部进前是提出3+1的方案，希望在3年内甲大学读了，再用1年的时间来做兵。教育部是建议提供经费引导大学，帮助学生完成役男的专案做兵。当兵的时间就是等于说你大学一毕业，你还有一个缓冲，你可以自己想想。我是觉得这样。学分本来就刚好分配的，原本就分配好4年了，这样挤在一起只会觉得更复杂。读大学的查甫囡仔有家己的看法，但是拢关心讲爱安怎把4年的学业缩短到读3年就完成。教育部初步规划尊重学生的选择，适用的对象以学士班的学生为主。第一批是94年厝以后的役男，放宽每学期相关学分数的规定，放宽校热修课的申请条件，放宽学校选课的学分上限。每一个专案学生补助公立大专院校6万，私立的补助12万。专家讲3+1的方案并无完全和欠兵有关系，但是若会当互学生在学的期间培育军事技能，可能未来嘛会当互查某学生去做，增加自我防卫力量。军训的相关的课程来讲的话，把它在地化，女学生来讲的话，事实上也可以从中去学习某一些军事上的一个基本技能，却造成他的学习上面其实反而没有办法达到就是正常的4年能够达到的效果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点本末倒置啊。但必欠讲，当初大学规划做4年，都是有伊的用意。那真正要缩短时间，变作是休热休寒的时阵修课，还是去做兵，更加会影响一个学生原本的规划。虽然讲这并不是强制要求，但嘛是烦恼讲对学生的学习恐惊会有冲击。记者综合报道。中华警方之前有抓到一间拍科技网的交警，因用合法的方式伫咧暗号非法，则对内面抽一寡利头。当场是查到这交警人员甲缴客有20个人，想袂到有2位工作人员竟然是大学生。真侪警察举枪冲入去缴场，大声叫发牌，也阁有半吊这20人，甲缴钱囥着，2手囥伫桌顶，拢卖叮当。中华关刑台6月7号提收查票到彰化市这间公司德州科技帮协会的缴场来收查。双手拿上来，两手快到店，这协会表面上招会员来做这个科技帮比赛活动，实际上经营职业的缴场，抽头盈利，利用面册 IG 来群组来招无特定人数来接半缴。警方当场查扣缴本5万900块，扣子8486个。
报表甲校本这相关的物证。而现场4个发牌的人内底有2个人只有19岁，也是某国立大学在校学生来这发牌趁钱。初步调查，每个月不法所得大约代票100万块。那该协会以变相的管理费为由，抽取总参赛费用25%至30%不等的金额，作为抽头盈利。那初估每月不法利得达新台币100万元。那全案也依刑法赌博罪嫌来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来侦办。专案要求依照涉犯刑法报缴罪，依照中华地检署侦办，将呼吁学生工作爱好好选择，应经由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海外求职的网站，也是好好找工作活动来找这个工作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伫地中海10个国家有非法移民要偷渡，说伫咧希腊边境的意外，这船顶有750个人，其中800-100个是囡仔，目前有104人被救起来，上报有79个人亡生。不过实际上，这死亡人数可能会更较多。后面表示讲会甲成员国做伙来制定有效而且会当执行的措施，也若一寡被救起来的人，可能会甲因遣返回去。超载迄船顶人客人看无一撮旁，15地中海搁再传出非法移民的船变去。事故地点是伫希腊西南部外海差不多50海里的所在，船顶载750人，其中有100个囡仔。目前已经知影有几10个人死亡。虽然搜救队也搁伫搜救，当地医疗团队认为要活着的机会真小。A very difficult moment, as a nurse of Hellenic Red Cross and as a mother, to listen a young man in a very bad situation and psychological and about his health, to need his mother and crying, I need my mom, I need my mother. 因的家属伫岸顶着急伫等待，警方是已经掠到9个牵涉到人口贩卖的嫌犯。根据当地媒体报道，空船为埃及出发，停靠利比亚港口载人，才为意大利的方向过去。希腊海巡单位是讲，伫接到通报了后，捌挖进船只，要互因帮助，船伫几点钟后就变去啊。后面是讲已经甲成员国达成共识，会制定更较好的制度甲做法，做伙执行有效而且会当持续的移民政策。En attendant, nous travaillons aussi avec les États membres sur des mesures concrètes. Tu parles de Frontex. Frontex est une opération européenne qui a permis d'identifier le bateau, de transmettre les informations aux États membres. 互人救起来大部分是为叙利亚、埃及甲巴基斯坦来的人，因目前互人安置伫大型仓库，有一寡人面临血淹甲脱水的镜头。虽然无性命危险，啊，毋过有可能留下严重的心理创伤。顶一届地中海发生这么严重的移民船变去，是伫2015年，当时估计有900人沉落海底。公司新闻牛眼编译。加拿大伫拜市发生一桩真严重的死亡车祸，有一台这小型的巴士15要去一间教场的半路，却陷拖拉机烧落。也因为这台巴士顶头拢是老大人，甲行动不方便的人，所以这死伤是真严重。目前上报有10个人过往。车祸现场拢是玻璃甲碎片，涂骹也有几啊具用毯仔砍掉的遗体。加拿大中部的曼尼托巴省，当地时间15钟头发生一载严重的死亡车祸。一台载真侪老大人甲行动无方便人士的小型巴士，要去一间教场时阵，伫高速公路交汇所在，甲一台半拖车相撞。What I can confirm right now is that a bus carrying approximately 25 people collided with a semi at the intersection of Highway 1 and Highway 5. 看到人讲弄到了后，小型巴士就倒火，情况是相当危急。加拿大政府赶紧派出14名医护人员、2架直升机、2架飞行机赶往现场来救援。也毋过真侪年岁真大乘客未堪的车辆，这么大的烧浪已经不幸来死亡。Within the last hour, we've been able to establish that 15 people have been confirmed deceased as a result of this collision. 警方指出，有10个人受伤送病院，2个司机也伫病院。而且事故到底是安怎发生的？造成事故的责任归属，拢也需要调查。这个意外是加拿大近代上界严重的交通事故之一。2018年，加拿大有一个重大的车祸，造成车顶10多名曲棍救援不幸死亡。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
英国下议院特权委员会15公布针对前首相蒋森在疫情期间开 party 的调查报告，内容有讲到蒋森明知影疫情期间禁止群聚，却阁违反规定，而且阁了改想办法要影响国会调查。针对这份报告，蒋森也用声明回击，批评保守党议员占多数委员会，当日对伊进行政治刺杀。3党人领导保守党伫国会选举得到压倒性的胜利的强声，15正做英国史上第一个互认证，故意迷乱国会前首相。下议院是7个议员组成，而且阁伫保守党占多数的特权委员会，伫专长106张、3万多字的派对门调查报告，讲强声是违反防疫期间禁止群聚的行为，毋拿调讲的阁迷乱调查。结论指强声是几廿摆无甲议会放伫眼内，阁想要破坏议会定数。应该互判停职90天，但是因为强生已经抢伫个报告公布进前，家议员即个为撕掉，委员会是建议讲应该撤销强生前议员的国会通行证。下议院89做表决，即天嘛是强生59岁生日。Who was putting their own lives at risk during the pandemic? Why does this matter, Mr. Speaker? Because people sacrificed so much, and they deserved a Prime Minister who values truth and honour, one who leads by example, and it turns out they didn't have one. Well, it's very significant in that it has domestic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course, because the row over Johnson's resignation may well trigger by-elections, which will sort of cause domestic challenges for Prime Minister Rishi Sunak. But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t's very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how the UK is seen abroad. 派对盟这个摆台的调查报告公布了后，强生是气噗噗发表1700字的声明来回击。美特权委员会是第7法庭，以非民主的手段对伊政治暗杀。对这个首相苏纳克的发言人是拒绝去评论，伊讲委员会是经过适当调组去执行国会互因的任务。强生伫每日电讯报做记者的时阵的编辑马克思哈斯丁，互 BBC 问到这件代志的时阵讲，委员会只是互大家知影这个前首相的真面目尔，佮摕美国前总统川普、意大利前总理贝鲁斯科尼含伊做伙比，讲英国根本就无需要这款的头人。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南美洲国家秘鲁今年出现因国家有史以来上严重的天狗节疫情，全国病例超过13万例，上报有200人死亡。也若顶一回爆发是2017年，今年却是2倍人数来感染。因是认为讲会遐尼严重，是因为性应现象、地势落大雨，也造成这炭病房变多。目前全国有24个行政区，其中18个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卫生人员伫厝内厝外一直喷药剂，除了消毒，嘛防止蚊仔脱身。南美国家秘鲁今年爆发历史纪录上严重的天狗热，和传染的人数超过13万人。天狗热的重灾区北部城市皮乌拉，因为病院挤满囡仔人、甲老大人患者，根本无法度运作，真侪病人只会当伫厝用病。Las fiebres son altísimas, el dolor de huesos horrible, ellos lloraban con el dolor de huesos. No tenía que bañarlos, estarles echándoles pañitos húmedos para poderles bajar. Y no querían ni comer nada. 外国媒体报道，到拜四为止，因为天狗热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200人，是顶一届2017年爆发时阵的2倍。感染人数上济，出现学生病死，造成学校恢复原期上课。这届天狗热大爆发，专家认为甲性应现象造成暴雨、蚊仔脱身真经有关系。2017年当时的天狗热爆发，冇发生性应现象。秘鲁的总统博鲁阿尔特已经对全国24个行政区内的18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Las lluvias, los factores climáticos, el ciclón Yaku que nos azotó en el norte del país, todo eso es el caldo de cultivo para que en varias regiones del país se incrementen los casos de dengue. Estos estamos entre la peor epidemia a nivel del país. 有2017年的天狗热爆发经验，政府动用紧急预算，临时建立疫情病院，治疗增加真紧的病人。另外，政府嘛派真济医疗团队去北部感染的重灾区，增加医疗人员的分配，嘛动用军队对400多万间的客家喷药剂消毒，防止感染继续扩。公司新闻台是董平耀。
美国正出名的中国研究专家李安友受邀请来台湾发表演说，关注到两岸局势甲大选议题。李安友认为，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争，或是军兵感受到被拍台湾可能是无遐简单。2027年进前未有动作。那针对到台湾的大选，李安友是认为，美国会支持愿意甲中国沟通的参选人来维持台海和平。 面对台海的情势呢，我一再的强调，我们不会升高冲突，更不会挑起争端，但我们会坚定的捍卫我们国家的主权，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 台海情势各界关心，总统蔡英文10日缅甸海军舰队指挥部的时阵表示，目前国际甲区域情势都变化，台湾面临的威胁嘛更较复杂，希望国军会当团结守护国家安全。美国正出名的中国研究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安友嘛伫台湾发表演讲。李安友指出，习近平真有野心，毋过无认为中国会伫2027年前想要侵犯台湾。As he himself has said, you must get ready by 2027. But when he sees what's happening in Ukraine, presumably he's realizing that the challenge is even bigger than he thought. 李安友嘛正关心2024的总统大选，伊表示，即马3党参选人拢愿意甲中国对话，美国也拢正支持。不过，伊示警，无论谁当选，北京拢会提出爱接受9·2共识，互台湾更加侪压力。I'm not saying that any of these guys should give Xi Jinping credible assurance and say, I promise not to rock the boat, because they can't. 李安友嘛指出，美国防卫台湾会当提供军备，毋过无应该谈论选举。不过，抗中立场正明的美国众议员盖拉格伊接受专访的时阵表示，台海冲突可能会比2027年更较早发生。美国最近为了甲中国的双边关系所做的努力，恐惊是反效果。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有一寡民调显示，讲这国民党的侯友宜支持度达到第3名。国民党立委参选人罗志强也提出政党轮替大联盟，发出啥人做总统毋是上重要的。洪正伟讲，伊是无要挺侯友宜。罗志强表示，讲是希望透过第3方整合支持，达到政党轮替6成选票。侯友宜也表示，讲会做伙来拍拼。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16到桃园去参加陆军官校的校友会会员大会，佮强调家己做过警大的校长，军警拢是同一家，正拍拼要争取军系的亲拿选票。但是最近有民调显示讲，侯友宜的支持度排第3，国民党立委参选人罗志强但出政党轮替大联盟，洪正伟讲是无支持侯友宜。大家有共同的心愿，做不好的政党就该换人做。 这现阶段大家共同的想法，期待国民党去整合民众党是不可能的事情。国民党是一个有利益关系的当事者政党，就像民众党，你也不能期待民众党来整合国民党。罗志强讲，政党轮替有可能因为票柜的分线无集中，无法度实现。去整合支持政党轮替的6成选票真重要。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去心得拜拜含基层博感情，对罗志强的讲法，伊敢若简单回几句话尔。每个人为他的选情在努力啊，其实选举还有7个月的，就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步调去走，这样就好了。政党轮替大联盟的讲法是继续烧，外界认为讲这是弃保侯友宜，囝仔拢跳船走去。 蓝营小鸡们非常焦虑，甚至不认为侯友宜是最强的母鸡。蓝营小鸡们只好虽然够性命喽。最好还是有2位总统候选人，或者是党对党的层级来进行洽谈，最高的战略是什么？而身为小鸡就配合这个最高的战略。有些会嘛同款等出拿白伫立委选战会当有合作的空间。总统立委选战拿立白拢在布局要来抢选票。记者综合报道。 台电今日召开股东商会上届新的财务报告显示，累积到今年4月已经了3058亿，4月开始起电钱确实对营运有帮助，不过也是大度反映成本。台电表示，目前大兴爱做的任务就是兼顾能源转型甲稳定送电，也拿了钱部分，未来会利用采购策略降低成本。 小股东伫股东会有被报调，讲台电营运不善，高层领奖金，股东无钱通赚，毋是正常公司营运的方式。
点名台电代理董事长詹文生应该爱负全部责任。曾文生自111年3月8号兼代台电董事长至今，导致巨额亏损，公司濒临破产，现已不适再担任董事长，请自行下台。请问台电公司预计什么时候可以打平巨额的累积亏损，发放股利给股东呢？台电到去年底总计亏损已经达到2061亿。到今年4月，亏损的金额已经有3058亿。对着股东，伊就讲这个亏损的问题，台电解释，今年国际燃料价格偏悬，加上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继续，造成亏损扩大。尽管今年4月起部分电价有起价，平均电价调好11%，对着亏损的比例来讲，可能也是真无够。以这样的调幅，今年的电费收入呢，应该可以增加大概600亿。那虽然台电的一个亏损呢，依然还是存在。不过，我们观察近期的这些国际化石燃料的价格，那天然气的部分已经跟去年来比，已经有大幅的一个降低，应该有机会控制在2000亿以内。台电讲对着在买条件先用采买策略降低成本，另外对着去年卖2367.6亿度的电，创下历年来的新高。今年新发度把握供电顺利。台电讲因为热天用电的尖峰已经提升最好，随时的调度，正观察备转用量拢伫掌握范围内，加上风光发电慢慢稳定，有信心今年热天供电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务院公布2023年人口买卖问题报告，台湾连续14年摕到第1级国家。这报告肯定政府解决人口买卖问题，不过立即好评就指出讲，这能力甲规范也是真欠，必须外籍移工拢爱互强迫劳动。也若台湾人权促进会也认为，外籍女性的家属移工伫台湾也是真弱势，这个问题也是无解决。美国国务院15公布2023全球人口贩运问题报告，台湾伫180多国内面封地做第1级，受到肯定。但是，绿色和平讲报告会当看出老问题无解决。伫防止渔工强迫劳动和非法渔业的部分，目前人力和规范无够。伫海外港口监察员的复勘率降落来，渔业署的劳检员无实权，歹反映现况。如果你在国外港口的覆盖率都还是降低的话，那你实际上去发现跟预防人口贩运的效果就一定不会高。台管会指出讲，顶个月23，伫台中有1年的看护，互车伊的母仔囝3个人严重苦毒搁轰拍，代志就发生伫个人口贩运防制法修正通过了的5天，竟然就发生啊！嘛指出讲，台湾列出第1级嘛，唔免家己遐欢喜，因为查某家庭护工唔若有防苦毒的风险，搁24点钟拢爱伫车因的人因兜，劳动条件和本国的差伤济。报告就已经指出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差距，所以要求台湾政府尽快的修法，然后让这两者的劳动差距可以达到一致。针对远洋渔业，渔业署表示讲，已经修正办法来强化专员权益的保障，而且加强执法，有派人去各国港口检查，每一年是检查50派的远洋渔船，增加对经营者和中人的检查。针对家庭护工，劳动部强调讲，台中防苦毒的移工已经安置，也当换别的所在做事。若有防苦毒的事件，各类移工来卡1955申诉专线。另外，家庭护工是无适用劳基法，不过外籍的去年的薪水已经对17000增加到2万，未来继续争取调起。记者综合报道。国际节特别教啊，这做米包的肉粽呢，就要注意消化不良的问题。高雄着病院发现讲，最近急诊也是讲胃肠有问题病人，比进前增加2成。有一寡病人呢，2天食3粒粽，佮配冰汽水，因为这消化不良，住院住6天。医生也要提醒民众讲，这肉粽一天食1粒就好，而且爱趁烧食。若准这肉粽冷气，可能佮较歹消化。回台前最近排队人潮，高雄这间专卖菜粽的店家，因为肉粽节买气上升，盐埕这间老店有真侪人来买。肉粽真好食，毋过过量可能造成身体负担。有病医最近收治一名53岁病患，因为小肠欠血坏死，做部分切除的手术。2天来食3粒肉粽，出现胃胀肚，还有吐的症头。医生发现伊的腹肚、肠啊拢凸起来，胃部有真侪食物无消化。肠胃道的疾病，比如说曾经有消化性溃疡、逆流性食道炎，那消化比较不良，尤其是糖尿病病人，他吸收消化比较差的，我们就不建议他吃的太过量。
3日8日，互这名病患带伊6天才出院，病院嘛发现这支急症还佫有消化无好的人，看病院的人数增加2成。提醒民众食肉粽毋通食伤济，嘛毋通甲冰汽水也是冰豆奶这种饮料配咧食，较袂巴肚胀胀，更加歹消化。平常吃的话，也会控制量吗？会，就是怕说他吃糯米，然后会那个胀气这样子。医生建议成人1天1粒肉粽就有够，嘛当尽量甲肉粽烫好小食，因为自米冷却了后会更加歹消化。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共报道。台中有一间照护协会伫咧雾峰的机构，就离职员工出来逼讲，去年5月机构内边有一个坐轮椅的老大人，因为无人甲顾，就对这楼梯顶头摔落来，主管也无随甲这老大人送病院。即卖也逼出讲，这机构骹手无够，佮欠员工薪水问题。市政府卫生局表示讲，有伫咧调查咯。当照机构的楼梯间，一个73岁老大人无人看顾，伊坐轮椅想要落楼，却无细枝为楼梯顶摔落去。这个代志发生伫去年5月，有离职的员工表示，这个老大人是规身躯拢刺着伤，头壳嘛有弄着。不过机构的主管却认为先观察就好，是过2天才甲人送去病院。四下都没有人，那也有通知主管，那主管并没有紧急送医。隔了6日到隔周1的时候。发现的这位同性照服员，他非常坚持，一定要把长辈送医。离职的员工佮讲，台中市这间照护协会下开长照机构伫雾峰，毋若长期欠骹手，伫疫情期间若准有时大确诊，嘛拢无照规定通报。另外，佮指控机构欠员工薪水，甲劳保报较低暂急。安那负责人表示，并无照顾无好势的情形，是离职的员工黑白讲挑工要报复。在家属一起陪同，然后在那边检查完之后，我们有询问家属要不要马上送医院，家属说先不用，我们没有强制送医的这个权利啊，家属过来了，我们就必须尊重他的意见。安那台中市卫生局嘛介入了解，派人去现场稽查，初步认定紧急事件处理程序符合流程，不过嘛要理清楚，看敢有违反长照法的相关规定。长照机构及其人员应对其长照服务使用者予以适当之照顾与保护，不得有遗弃、身心虐待、歧视、伤害、违法限制其人身自由或其他侵害其权益之情事。台中市卫生局表示，除了加强不三时的稽查，若准确认有违反规定，上当会当罚3万块。啊，若欠薪水甲劳保相关的争议，刷落来嘛继续调查。记者林建生、王良涛台中报道。中华县对2009年开始启用中青幸福卡，之后户口伫咧中华满65岁，或者是有领身心障碍手册民众，拢会当申请。逐个月有1000点的社福点数，会当拄客运的车钱。中华县社会处即阵搁再参这代替合作，对7月初1开始，也会当用这中青幸福卡坐火车咯。台湾已经进入高龄化社会，以中华县来讲，65岁以上的时段有22万多人，占总人口数大约18%。为着鼓励时段出外行踏，中华县按7月开始，中青幸福卡买当坐火车。那坐火车哦，还佫较方便，哎呀，都直接刷就会使啊。啊，但是坐市内的公车，像我拢伫喺溪头对无，迄就免钱啊。没有，在家里没有地方去啊！有这张卡就方便的，内面甲刷的路了，就用驶过去啊，拍拍照。中华县社会处表示，中青幸福卡唔但会当免费坐大众运输，去年开始伫合约诊所嘛会当拄50块的挂号费。再来时段吼，会使用这张卡来坐火车啦吼。希望这张卡每个月1000块，啊，长辈会使用在行的方便，吼，看病，吼，还有我们出去走一走旅游都可以更方便吼。中青幸福卡逐个月内底有1000点的社福点数会当用。中华县社会处表示，县内符合资格的人数大约有26万多人，目前申请人数大约67成。只要是65岁以上的时段，或者是有身心障碍手册民众，呼吁符合资格的人，拢会当去申请。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
有真侪所在顶仔卡互乌托派占去，台南市政府进前伫市区的顶仔卡有画一条青色的线，不过互民众看甲雾煞煞，却甲这条线当作是停车线。事实上，这条叫做经济线是袂当停车的。交通局也讲，白色机仔才会当停车。来到台南市区，看到真侪民众甲机车停一个顶仔卡青色的线，附近民众抓准这条青色的线是会使互人停车，其实这是违规的。原来这条青色的线叫做经济线，是交务局为着过路人安全甲兼顾店家生理所画。实际上，这条线无代表会使停车。要停哪里？那店家。如果说要来找店家买东西，那请问我们车子要放哪里？在绿色里面不可以超过绿色啊，它超过这边的话，它就会被罚钱。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骑楼、人行道属道路范畴，专供行人通行使用，不得停放汽机车。中央法规有明确规定，顶仔卡原则上是禁止停车。不过因为台南旧城区有侪顶仔卡，市府考虑到现况，要全面净空有难度，才会画青色的经济线，规范顶仔卡摊法。想袂到即摆民众当作是停车线。交通局表示，顶仔卡唯一会使停车的是这种白色的机啊，并不是机慢车的停车线，还是要呼吁民众哦，真的还是要找到适当，它是有交通主管机关规范的这个白色停车线，才是一个比较合法的停车的位置。交通局表示，住户也是店家，若有顶仔卡有保留超过1.5米通行范围，会使向交通局来申请设白色停车线。相关单位会去现场评估，针对违规停着顶仔卡的车，警方虽然未主动处理，但是接到检举，也是会抗刀。准讲明显妨害过路人行路，嘛会开罚单。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嘉义大拿车头边仔的站长宿舍，这大拿镇公所捌甲铁路局签10年契约，摕来使用甲管理。毋但是环保示范区，佫是民众集会甲展览的所在。毋过2021年，这宿舍的管理权还予铁路局了后，却放伫地方。地方是希望相关单位会当重视，甲这个所在活化再利用。塑料的大门，为外口阁会当看到内底的装潢。伫嘉义县大拿车站边仔的站长宿舍，因为无咧使用，无维护，豆豆啊，正做一个发臭生蟒虫的所在。啊，之前有人来清过，啊，清过了后，你落雨嘛是足侪臭嘛会阁生起来，啊，无人管理的话，遮粪扫啊、什么虫啊，拢会生出来，都变无人管理的空间。很脏，这是上次戴领导要办活动，我们来清了10几袋的垃圾。这间伫1903年起的站长宿舍，经过92年大地震后来修复了后。大拿镇公所捌甲铁路局签10档的契约来使用甲管理，但是2021年还予铁路局了后，地方想要申请来活发，铁路局就因为建筑物无使用执照来拒绝。其实足侪人嘛有想讲要去甲租，但是铁路局伊的统一回应就是讲吼，因为这间厝无使用执照，无使用执照，啊你也要租会使啊，无你去啊使用执照变出来啊，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状况下。甲即摆拢放伫遐，拢无法度用的咧。那老旧建筑没有使用执照，以前那建筑法还没有实施以前，就有的，所以很困难。那现在就搁置在这边，就觉得比较可惜。铁路局表示，监察院有要求因的公有建筑物拢爱符合使用执照的规定，才会当做出租也是活法的处理。地方创新团队是认为，这是大拿车站的门面，希望相关单位会当重视，卖互一个会当利用的空间，因为无使用废弃，每也干那会当拆除，安尼真无彩。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有动保团体表示，讲这3海里以外，这渔民拢用拖网仔伫咧掠鱼。这款拖网仔无论大细只拢总掠，会造成海洋资源愈来愈少。因是呼吁渔业署应该爱全面禁止拖网。渔业署表示，讲若禁止对渔民影响真大，这部分阁爱沟通。动保团体为渔港买来的杂鱼啊，全部拢是拖网掠到的，会当看到大、中、小，啥物鱼啊拢有。动保团体透过画面说明，拖网有链啊，直接伫海床顶头扫过所有物件，海中全部是大小通食，加速渔业资源的大桥。它其实真的很可怕，它会让整个海洋的生物多样性整个非常大的危害，真的很严重的违反食物伦理跟正义哦。动团指出，杂鱼1公斤顶卖3块，真廉价。
煞以海洋生态做代价。有学者研究，拖网的鱼仔有409个物种，这么多，大约一半拢是未孵大汉的鱼仔甲虾仔金马。目前全台湾有1324只拖网，立委认为用油补贴政策，恐惊是帮助这种伤害性渔法。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他们根本无法赖以为生，那它就是一个这个双输的产业啊，就是说它破坏了生态，他们事实上也赚不到钱。渔业署表示，已经严禁拖网渔船伫2花3海里内底来作业，50栋以上更加禁止22海里内底。但要全面禁止拖网，更需要社会沟通。第一个要考虑到是渔民的生计，第二个就是在整个的保育部分，所以这两者之间要能够双赢，政策才能够容易来推动。渔业署指出，食鱼的比例大约是占整体3成，但同社认为算伤低，恐惊是有5成到7成，所以甲立委共同呼吁，应该赶紧定出拖网退场政策甲辅导机制，分裂的比例上限，马上伫热天成长季节至少连续3个月禁止拖网，而且嘛要全面检讨用油补贴政策。记者林平丹从为台北报道。今仔日是世界石具日，新北市政府举办这海洋海底石具的保育特展，了解台湾的海底海洋石具，若准跨海时阵爱安怎处理，希望民众爱了解到海洋生态重要性。救援人员伫水底内为海底啊详细检查，一点都无凊彩。6月16日是世界海具日，伫京敦海区回家之路的保育地点，长期伫翕海洋海底啊救援工作的纪录片导演，特别分享因的救援经验。不管是在这个展览也好，或者是我在拍摄纪录片也好，也是希望让我们的民众跟我们大众知道说，这些生物的救援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的。经过这个活动，可以让民众更了解这个救伤站成立的必要性。这场特展介绍台湾海洋海底海具，也甲低调的扩大安全救援，让民众了解这些生物救援工作的艰难。这一次的特展，其实我们也可以让更多的民众来了解这些生活在海上的动物们是怎么样千辛万难的才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如果他们受伤了，那这个回家的路是不是更艰辛？特展呢将会就是展览到9月30号。那暑假期间，我们也欢迎学校的各中小学的师生，能够欢迎他们来这边来做一些教育训练。展场内除了静态知识说明，佮规划模拟救援区，借由探讨海洋海底海具面临的生存困境，让大家重视咱人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印尼有真侪岛屿也有丰富的酸蚵蛋，不过当地渔民却用放鱼仔的方式伫咧掠鱼，伤害到这酸蚵蛋。就一个学者20年来一直拍拼，向渔民宣导这保护酸蚵蛋就是保护鱼群的概念。即摆真侪渔民已经改变因掠鱼仔的方式，甚至做回来保育酸蚵。海底拢是红崩式的鱼，边仔的酸蚵蛋嘛拢红破坏，变做酸蚵的崩仔煲，看起来真恐怖。这是发生伫印尼旺加市海峡。过去印尼的渔民常常用放鱼的方式来捕鱼仔，结果互当地有名的酸蚵大三角地区是面对灾难。好在一个大学教授约瑟夫，早就伫20当前就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甲渔民讲保育的理念。Jadi saya membaca dulu apa sih kebiasaan mereka. Kemudian coba kita dekati dengan kebiasaan itu, habitnya mereka, kemudian baru kita masuk bagaimana bisa mempengaruhi jiwa mereka, mempengaruhi pola pikir mereka untuk bisa berubah dari destructive fishing menjadi conservationist。根据历史和平的统计，印尼的酸蚵蛋面积是超过5万平方公里，差不多占全球的18%。对印尼到菲律宾的大三角地区，有600种酸蚵这么多。当地海洋生物多样性嘛是全球上丰富的所在之一。这些渔民经过约瑟夫的启发，拢了解讲保护酸蚵就会当帮助鱼群的生态，开始保育酸蚵。Padahal beliau lah yang membantu kami. Mengetahui bahwa karang itu sangat berguna untuk kehidupan ikan dan tentunya kami sebagai nelayan sangat tergantung kepada banyaknya ikan. Jadi Pak Ipul memberikan kami pengetahuan dan betul-betul kesejahteraan kami itu bisa meningkat.
即马一寡印尼的渔民唔那甲非法捕鱼的手段单调，阁会伫实验室培育酸蚵鲜卵，也是伫海内面放养互伊家，互酸蚵会当生炭。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第二地方法院为着要互民众了解法庭的运作，加强法治观念，就装作电影生者代言的角色，布置开庭加律师辩论，请不少民众来看这趣味的审判过程。记者在这电影内面的小反派欧姆斯，也着光钱进入法庭，准备要受审。雄雄一看就是伫咧甲人辩的节目，其实这是智利瓦尔帕莱所市的地方法院，伫咧进行模拟法庭。被告欧姆斯的律师想要争取减少伊的刑期，要互大众了解法庭运作的过程，深化民众的法治观念，用电影角色来表现，互囡仔有兴趣。La verdad es que estuvo muy entretenida, es impresionante que se haya dado el lujo de tanto estudiar como la película, ciertos antecedentes y que lo hayan hecho de una manera también sencilla para los niños. Porque de hecho usaron un vocabulario que era formal, sí, pero tampoco era inentendible. Como estudiante de Derecho creo que es súper importante que el derecho y la justicia en general sea algo que esté a la vista de todos. 上命欧姆斯被判30年的刑期，旁听的民众拢肯定，邪不胜正，正义得到心中的结局。不过欧姆斯的部下拢替主人画冤枉。Nuestro Lord tiene que ser liberado. No merece la pena de 30 años. Y más encima no es una práctica segura para nuestro Lord. 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兰到新竹对25度到33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3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4度到31度。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我是三条角的团长，我是家母俩的老肖，规个甲剪起就变安尼。看卖食，看卖。食汉时啊食。